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 You to Talk 中文易學頻道 Chinese to Easy， 我係 GC。咁咧，其實我哋中文易學頻道咧，佢個內容咧，首先第一樣嘢，其實我哋咧係因應個學制改革應運而生嘅喎。咁咧，我哋呢個學制改革到底係點嘅咧？其實同舊課程相比翻啦，新高中嘅呢個課程中國語文科，無論咧喺課程內容啦、考試要求啦，同埋評分標準上面咧，其實佢都有咗好多唔同嘅革新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即係補習啊，或者係出邊嗰啲教授咧，再以教舊課程嗰套嘅模式去教翻個學生嘅話咧，唔單止係幫唔到學生攞到一個好成績啦，咁反而咧係會令到學生誤解咗成個課程嘅要求㗎。咁其實而家新高中呢個中國語文科主要係做啲咩嘅呢？其實咧佢主要咧係要培訓學生呢一個語文嘅能力嘅。咁因為咧要培養學生嘅語文能力啦，所以咧喺評估嗰方面咧，亦都係以考核學生嘅語文能力為重點嘅。咁但係語文能力呢樣嘢，當然咧就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培養得好噶啦，咁所以而家市面上嗰啲所謂嘅雞精班啊、速成班啊，其實咧係唔可以真真正正咁幫到學生嘅。咁加上咧，為咗測試學生嘅語文能力咧，咁有關方面喺設計試題嘅時候咧，其實咧係經常去轉換佢嘅題型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仲停留喺淨係幫學生分析題型啊、練習一啲特定嘅題型啊，其實咧呢啲已經唔夠去應付考試噶啦。咁咧有見及此咧，我哋呢兩位導師咧就專登設計咗一系列可以幫助到學生提升語文能力嘅課程嘅。咁咧令到學生無論喺面對乜嘢題型嘅時候咧，都係游刃有餘噶。咁同埋咧，我哋咧會因應唔同學生嘅需要啦，個課程咧係會分為基礎同埋咧進階兩種嘅喎。咁咧我哋咧分成呢兩種，其實咧就可以希望達到以下呢一個目的嘅。首先第一樣嘢，梗係要幫助學生了解一個新學制啦，因為咧其實新學制你哋對於呢個學制當然係冇咁熟悉嘅，亦都唔知道佢想你哋點樣樣。咁所以咧幫助同學更加深入了解呢個新學制咧，咁從而達到一個咩目的咧？當然咧就係個個學生都希望嘅，就係喺考試裏邊咧可以攞到一個好成績。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本身呢個頻道咧想要做到嘅一個效果嚟嘅。咁我哋咧會教有啲咩呢？其實我哋睇翻新高中嘅中國語文科佢考試嘅題目咧，比起舊課程其實深入咗好多，刁轉咗好多㗎。咁學生咧係需要有一定嘅應試技巧先至可以有好成績㗎。好啦，咁我哋嘅教學方式會係點嘅呢？咁其實咧我哋嘅教學方式咧就當然係會有一個針對性嘅教授啦。咁我哋咧就會將我哋個課程咧分翻5卷嚟到去教授嘅。邊5卷呢？咁就係你見到呢5卷啦。卷1閱讀能力，卷2寫作能力，卷3聆聽能力，卷4說話能力，同埋卷5綜合能力考核嘅。咁其實咧，因為咧各個卷目嘅要求都唔同啦，形式亦都有分別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係會分行去仔細教授翻學生啦，等到大家咧係可以掌握得更加好嘅。咁咧，其實咧，我哋咧係要因應翻各個卷目佢分數比重嘅唔同嚟到訂立佢個各卷目側重嘅一個比例啦。咁其實睇翻咯，卷1閱讀能力就有20%，同寫作能力一樣嘅。咁跟住聆聽咧就得10%，說話能力就14%，綜合能力咧就16%。咁我哋點樣去分佢哋嘅比重咧？係咪好簡單地跟翻個分數重啲嗰個咧，我哋就擺第一，分數最低就擺最尾咧？其實咧就唔係嘅。咁其實我哋呢度咧幫大家略略就分咗一個先後次序，邊一個咧係會大家可以重點去溫啦，攞到嗰啲分啦，令到大家成績係會好啲嘅。咁點樣分咧？嗱，我哋個次序就係咁嘅，1、2、3、4、5咁樣去分嘅。點解咁樣分咧？嗱，其實咧大家睇翻啦，點解我會將說話能力放喺第一啊？說話能力，喂，個分數唔係好高嘅啫喎，尾二14%。但係大家諗下啦，考嘅時間比較短，32分鐘嘅啫。同埋咧，一般同學都會覺得，講嘢使咩學啊？唔使訓練啦，平時成日講噶啦。咁但係其實說話咧係比其他卷目更加需要訓練嘅。點解呢？因為考試同平時講嘢係唔同噶。我哋咧將個排第一嘅原因係佢嘅付出同埋個比重嘅問題啦。因為咧佢考核時間比較短，同埋咧佢嘅技巧同其他卷一樣噶，都有技巧嘅，但係會比較容易掌握。而且最重要嗰樣嘢係訓練嘅壓力係比較細嘅。
咁咧，如果經過你適當訓練啦，大家跟住我哋即係教大家要求大家做嘅嘢做好晒啦，其實14% 唔難攞咯，只要大家到時考試嘅時候發揮翻個水準，其實14分容易攞過其他卷㗎。咁同埋咧，因為嗱佢嘅付出唔夠其他卷多，即係譬如好似閱讀能力啦、寫作能力啦，甚至綜合能力考核，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呢啲卷無論喺寫啊構思嘅過程，其實都好痛苦嘅。咁但係説話唔同啦，大家都識講説話好簡單啦，平時成日都講，所以咧佢嘅付出係冇其他卷目咁多，但係佢收穫係唔細嘅喎，14% 唔少啦。閱讀訓練閱讀能力、寫作能力都係得20%，佢少一啲嘅啫喎，但係佢壓力就已經冇咁大啦。同埋咧，説話點解我哋會將佢擺第一咧？係因為佢比較容易掌握。只要我哋將具體嘅技巧教授咗俾大家之後，其實大家平時每一日抽10至15分鐘出嚟練一練，其實已經 OK 㗎啦。咁可能甚至每個禮拜啊，隔2個禮拜練一次小組討論啊，咁已經 OK 㗎啦。咁所以大家唔需要覺得説話能力啊，佢分數唔係咁多啊，我就唔將佢擺第一啦咁樣嘅。好啦，仲有最後一樣嘢，其實由學生角度出發啦，考試都係悶，都係辛苦噶啦。咁但係咧，呢個説話能力咧，佢趣味性係會比較強嘅，同學嗰個學習動力亦都會較大啦。因為咧，説話能力除咗話朗讀嗰個部分之外，口語溝通係要同其他人一齊噶嘛，咁其實會比較有趣啦。同埋考個過程學嗰啲嘢，其實都係有趣一啲噶。咁所以大家學嘅動力就會大。所以咧，我哋會將睇翻嗰個付出同埋收穫個比重，我哋會將佢排喺第一嘅。好啦，咁今日咧都講咗好多嘅唔同資料啦，分別有講咗考試嘅形式啦、5個卷目嘅要求啦、時間分配一啲實戰技巧啦。咁其實希望大家透過呢一堂嘅導論，起碼對於成個中文科嘅考試有一個大概嘅理解先。咁但係其實咧，我哋今日講嗰啲資料都係比較簡略啦。下堂嘅導論就會深入咁樣分析下5份卷嘅內容噶啦。咁所以咧，大家我哋下堂見啦。下堂我哋就會更加詳細咁同大家分析噶啦。